有一寡民众找头路，刷去拄到诈骗。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特别邀请在地茶头红仔剧团，以趣味的布袋戏的演出来宣导讲找头路爱注意的代志。身份证、户口名户、健保卡，签的，你就会当来上班。看到台顶的红片仔，互人骗甲玲珑洗，台下的观众是笑嗨嗨。活泼趣味的剧情，呈现的就是现代人常常拄到的求职诈骗。台南市政府为着互民众会当建立正确的观念，专工邀请在地的茶头红仔剧团，透过布袋戏来宣导找头路爱注意的代志，避免佫有人哄骗。求职要注意，都要厘清工作的内容，还有你的工作职业的方向是什么，不要被一些诈骗或什么等下影响。剧团模拟各种稳头路的事会发生的情景，提醒民众掌握357原则，就是3个爱问的问题，5个要注意的细节，佮有7项袂使做的代志，就会当大大降低互人诈骗的几率。7个不要做的事情，就不要缴钱，不要购买，不办卡，不签约，不离身，不引诱，不非法工作。诈骗的陷阱有百款，演过拢是用文字、口号的方式来宣导。即摆透过布袋戏的表演来提醒，希望会当互民众有更较深的印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